平安，然后末世平安。平安，嗯嗯，好的，请坐下。对，没有这样。都回想到了。哎，那个，老师平安。平安，我听到，哦，晕啊，那个，我那个果酱哈，我礼拜天去教会拿可以吗？对不起，你再讲一次。我是林小云啊，我有订那个果酱啊。对啊，我礼拜天我去教会，然，OK，好，后我好，去教会，然后再麻烦你再帮我拿到教会，我礼好拜天我会过去。，OK，好，哦好，好，谢谢。喂，好，时间已经到，咱先来祈祷。听到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啊，伫阮即个天气寒冷的中间保守阮，也互阮教会今仔日透过建筑师即个土木技师的检查，也会当伫23号后礼拜一要来灌浆伫二楼的厝顶。也恳求主你继续来带领阮建堂工程即个头前的路，也求主你赏赐你圣神的智慧，亲像你赏赐圣神充满互早前遮的啊技师因的工艺师会通来去做会务，来做遮的这段所需要的物件。互阮会通明白你要爱阮所思考的教示，伫即个所在也组织透过网络要来参考出来日记31章，恳求主你的圣神甲万三甲伫地，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好，阿妹。来，咱要来看31章进前吼，咱倒转来看者，咱对出来日记25章一直到30章吼，拢咧讲着会幕啦，这圣殿内底的物件吼，会幕内底的物件，包括咱咧讲的约柜啦，祭坛的桌啦，吼，香炉啦，是讲外口的。即个烧化节祭坛等等遮的起造的物件，一个足重要的精神叫做分别罪性啦吼。分别罪性的目的就是讲，人爱脱离咱以前普通的生活经常的生活，然后进入是甲上帝的关系内底吼。所以袂当用咱咧讲。人的方式去甲上帝来建立关系，所以爱离开原来的形，离开原来的生活，离开原来的方式，然后去甲上帝建立关系时阵是完全照上帝命令的吼，无论是用的食的，还是伊咧限制，像诶一般诶人拢袂当来碰，因为迄是分别罪性诶。吼，这大概25章到30章一直咧强调即个角度啦，吼。这是以外，吼其他诶人好，那亲像拢是安尼，俗吼俗，咱讲性甲俗啦，吼，是讲非性有性格诶，吼。
所以爱透过祭司才会当互人暂时得到圣洁。牧师特别要讲暂时，是因为因的献祭每一年拢爱过来一摆啦吼。所以这希伯来书第9章第10章特别咧讲到即个一般祭司的献祭甲耶稣的献祭无共款的一个所在吼。所以咱大家知影，就是讲，当迄个会幕圣殿咧建立的即个概念的中间，分别做成一个是一个真重要的概念伫即个内底。嘛，迄个焦点会互咱看伊讲，无论是对于会幕也好啦，配件也好，即个物品，也是祭司的即个袍吼，配件，咱会当看伊拢是来分别做成，特别伊头壳顶去挂一个吼，来分别来归即个耶和华啦吼，性别归耶和华上帝安尼吼。所以咱知影讲，即个物件一定有人做，但是25章无甲咱讲，敢若讲真牛的即个师傅吼，真好的工吼。中文的翻译讲，巧工啦吼，巧匠啦吼。即个咱真困难知影讲到底是啥物啦吼，拢到第30章进前拢无讲着，到今仔日咱咧看31章的时阵，才开始来讲着来，然后。咱第35章的时会去讲到妇女的部分吼，讲一群手艺真好的妇女，当然伊是咧织祭司的衫、祭司的袍吼。毋但安尼尔，应该是深受感动的妇人人吼。所以伫即个经文中间，咱会通看伊讲，虽然伫父权也是讲男性主义的圣经的记载，咱知影讲即个。即种性属分别的即中间，人口的计算嘛是用即个会当战争的男查甫人来计算的。即个范围，也是讲即个基础的下面，妇女伫即个所在也被提着。毋但安尼尔，佫是圣神充满，圣神充满迄个意思真清楚，是讲上帝甲伊三个对立。吼，即父权伫圣经遮尔早吼，遮尔早，伫创世纪出来记受到记载，这是真难得的一个角度，还是讲看法啦吼。但事实上，咱知影吼，妇人人伫圣经的地位毋是无地位哦吼。伫旧约，其实妇人人的地位就真悬啦吼。咱像讲出来记拄开始的时阵。摩西会去互受到埃及的公主来拯救，带转去来认养甲养饲。足重要关键是摩西的老母甲摩西的姐姐米利暗。米利暗嘛，诚做圣经中间第一个有记载的先知吼。所以其实咱若讲要单独讲妇人人伫旧约圣经无地位，其实这有小可。偏差啦吼，牧师就爱讲到夏娃的角度啦吼。夏娃当然你看文字的记载，伊是对亚当的鼻仔骨受创造，有真侪人讲，是安怎妇人人都爱对查甫人的鼻仔骨，是安怎妇人人袂当先创造，所以无公平吼。咱若要徛安尼角度去看是，咱就无法度去思考啦吼。但是咱注意甲看吼。无论是对鼻仔骨创造，还是上帝创造，其实上帝要创造夏娃嘛，毋免鼻仔骨啦。那对咱的信仰，对咱所了解，其实无需要吼。是安怎伊就爱正做配偶、牵手吼。但是事实上，圣经甲咱讲吼，夏娃是要来做帮衬者啦吼。啥物会叫做帮衬者？帮衬者就是讲吼，我有能力，我帮衬你，你有需要帮忙。所以帮衬者其实基本上照了解地位是较悬，还是讲伊能力有较好，还是讲因为对方有需要帮衬者才有存在的必要。我真爱用诗篇121篇来思考啦吼。讲圣经内面的诗篇讲，我要五山崖北，我的帮衬对倒位来。第二在讲，我的帮衬是对造天地耶和华来，所以帮衬者基本上是一个有上帝配力能力的人吼。所以
你若真单纯要讲旧约是男性主义拢无注重女性，这其实有小可偏颇啦吼。所以伫这中间，咱讲到35章的时阵，会搁较深入来讲啦吼。好，今仔日的经文大概分做2个部分吼。第一个部分是讲到遮会做会务做会务，像讲圣殿内底器具的师傅人吼。这个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搁来重述着迄个守安息日的这个概念啦吼。咱一部分一部分来讲啦吼。第一段是出来记第1节到11节，去做会务这个师傅啦吼。相关的经文是放伫出来记35章第30节到36章第1节吼。我小可甲经文读者，因为今仔日的经文无介长吼，咱有小可时间咱来看吼。35章的经文讲，摩西对以色列人讲，犹大支派互你的孙乌利的囝比撒列，耶和华已经摕伊的名调伊吼，摕伊的名，伫原文的意思是讲，甲呼调，也是讲甲伊按立吼，然后调伊吼，就是互伊来做这个职务安尼吼。好，佮用神。上帝的神啊，吼，神的灵吼，来充满伊吼，互伊有智慧、聪明、才捌，会通做各样的工。上帝的神，基本上咱知影，咱用伫即个三一上帝的概念来讲的时阵，其实就是圣神上帝啦吼。意思讲，上帝亲自甲伊同在，互伊有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聪明吼，上帝的才华安尼吼。好，32节讲伊会当想出他能想出巧工啦吼，这是合本的吼。用金银铜制造各种，又能刻宝石，又能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巧工。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中的亚西萨摩的儿子亚何利亚伯心里灵敏，能教导人哈。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无论是雕刻的工、巧匠的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绣花的工，并机匠的工，他们都能做，也能想出奇巧的工。和合本哈，你讲想出这个想，伫新的翻译甲伊翻译较精确。就是讲，伊会当设计吼，会当设计。36章第1节哈，比撒列和亚何利亚伯，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所以不是只有他们2个哦，不是干那2个尔，还有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叫他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功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啊，这是相关经文啦吼，互咱知吼到底是甚物人安尼吼。所以咱看伊讲，伫圣经会出来记这个部分，出来记31章第2节到第6节，有讲到这2人的名。拄则咱看了35章讲的吼，我已经对犹大支族拣选互你的孙乌利的囝比撒列。第6节讲，我搁对但支族派阿西撒末的囝阿何利亚伯吼，甲比撒列来做同工。遐个有智慧的人，我要赐因才能，互因会当做我交代因的事吼。遐个包括这2个以外，阁有其他的人吼。什物人伊圣经都无甲咱讲啦吼。其他的经文会慢慢甲咱解出来吼。像咱拄则讲，遐个妇人人共款吼。好，比撒列到底是甚物人吼？咱大概圣经互咱知影2个线索啦吼，就是乌利的囝，互你的孙啦吼。乌利互你，特别是互你，咱等下讲着吼。比撒列的字面的意思是讲上帝的保守，也是讲庇荫的下面吼。伊是犹大支族的人啦吼，犹大支族。互你呢，有听讲是米利暗的丈夫啦吼，但是无有其他的证据讲伫
今仔日即个经文第20节，即个妇女就是米利暗丈夫迄个妇女，嘛有真有可能是共名啦吼。不过，伫圣经中间咧记载妇女有2个经文吼，若准是共一个人，就一定是米利暗的先生啦吼，迄可能性真悬啦吼。而且伊的地位吼，就伫亚伦后壁，会当陪伴伫摩西身躯边吼。即咱会当去看到即2个经文伫出埃及记17章咱读过吼。摩西的手就是约书亚咧战争的时阵，摩西伫遐祈祷吼，祈祷了后，伊手酸吼，囥落来了，以色列人就输，伊手若举悬，以色列人就赢吼。所以到尾是亚伦甲妇女来扶伊的手吼。伫即边一个，伫迄边2个人，手就稳调诶，然后到日落，所以以色列人就战赢吼。这是伫第1段出现的经文吼。再来24章14节，摩西对长老讲：恁伫即个所在等我转来吼。所以有亚伦甲妇女甲恁同在，所以亚伦甲妇女同时阵甲被提起啦吼。咱知影。亚伦是做摩西的助手，妇女看起来嘛是安尼吼。当然是亚伦有上帝特别亲自点名亚伦做摩西的助手，但是妇女伊的身份虽然咱无介清楚知，但是大概圣经学家有安尼伫建议吼，伊就是米利暗的先生，会通讲是至亲伫周围吼，伊来做真重要的即个助理。不但安尼尔，因2个人佫会通代替摩西来做啥物诶？做公断的即个判官呢吼。所以咱知影妇女的地位非常重要吼，伫迄个所在。乌利字面的意思是火热啦吼，但是伊无介侪记载伫圣经内底吼。好，第2个就是亚伯利亚伯吼，亚何利亚伯吼，是咧亚希撒伯的囝，属伫但的支族吼。亚何利亚伯的意思是伫老爸的帐幕内底吼。伊的老爸名亚希撒伯的名，伊意思是讲我的兄弟是支援啦吼。所以诚做迄个彼此诚做同工，要做上帝帐幕内底的物件吼，是毋是安尼意思？伊的名意思就是大概是安尼，咱甲连起来吼，大概知影讲因咧做的工啦吼。伫第3节圣神充满吼，圣经讲我要用上帝的神甲伊充满，互伊有智慧、聪明甲知识，熬做逐项的工艺啦吼。所以咱知影讲做逐项工艺的前提是伊有上帝的智慧吼。好，咱知影吼，以色列人吼伫埃及做奴才430冬。照圣经记载，互咱看见的，因就是拄去咱讲雅各甲伊的囝72个人去到伫埃及的时阵，埃及法老王真欢迎因，互因一个所在，迄个所在是埃及人不爱去的，互因去遐替王来饲羊。所以第一个因是牧养羊群，因本来就是一个游牧民族，就是咧雇羊吼，去到伫迄个所在。过来伫出埃及记开始的时阵，咱看到即个新的法老王是叫因咧做庄仔，伊是为着要去城堡吼，要去城墙来做庄仔，所以因基本上是做劳动真无可能有机会入去伫王宫内底去学即种真幼稚的即个工艺的工作啦吼。就是讲，因为做奴才，基本上法老王所看重的是以色列人因的身体真勇，足够做工吼做粗重的足厉害，所以因大概是做即种的代志吼。所以到底是安怎？拄则讲的即2个，因会当做精工吼，
这是咱要去思考的物件。圣经互咱一个线索啦吼，用上帝圣神来充满伊啦吼。圣神的原意就是讲上帝一口气，像伫创世纪第2章讲上帝创造亚当，对伊分一口气，伊就称作有神有上帝的神的活人吼。那希伯来文咧讲圣神讲 ruach，ruach，这就是上帝的气，上帝的神，也是讲风，拢共这个字啦吼。迄个字的意思就是讲一个看袂到，但是你感受会到的吼。那安尼讲讲上帝的神，甲因三角地地充满因，这是一个以马内利的应允，上帝同在吼。上帝同在的应允，上帝不但同在，透过上帝的气力，咱知影伫创世纪上帝的神是创造的神，所以伊有创造力，伊有气力，有生命吼。咱讲圣神上帝吼，伫创世纪佫看到讲一个甲上帝伫混沌的世界运行佮创造，所以正统的教会内底，咱咧讲三一上帝吼，多谢文牧长咧提起啦吼，我调工无爱用位格啦吼，因为位格足歹去解说吼，而且我捌听人去解说甲用迄个泰国的四面火来比喻吼，这完全错误了吼。我改写这第三个位序啦吼，位格吼，即马愈来愈少神学家要用这个字啦，因为有太多很难解释的部分吼，所以咱知影讲，咱基本上伫咱的信仰中间咧讲三一上帝吼，我嘛较无爱用三位一体吼，这个甲迄个位格都有关系啦吼，讲三一上帝，三而一，一而三吼，这个是很难解释吼，但是就是讲，咱大概知影，咱咧相信是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圣神上帝，是安怎圣神到尾仔放伫第三个？创世纪的时阵，圣神就甲上帝做伙啊，伫这个世界咧运行嘛。是安怎放伫第三？因为伫约翰福音14章吼，耶稣基督讲真清楚，伊要赏赐一个，要求爸赏赐一个保惠师，这个保惠师就是圣神。所以咱咧讲耶稣基督搁活了后，搁来就是圣神的时代，所以咱甲放伫第三个位序啦吼。我讲的意思是安尼啦吼。好，所以当圣神甲遮的人做工的人做伙时阵，因就有上帝圣神的气力，因受到上帝来竞选呼召并且呢，佮同在赏赐因有智慧、有能力来做上帝交代因任何代志，吼，大概是安尼概念啦吼。当有上帝甲因三角地的时阵，他们就能做任何事情。意思是讲吼，我靠着上帝，凡事都能做了吼，迄个意思，当然迄个概念安尼吼。但是咱若无上帝的时阵，处处就行不通啦吼。好。所以因有智慧、聪明甲知识，这个毋是讲人家己的智慧，是上帝的圣神充满了后，因所得到的吼。所以这是上帝的智慧、聪明甲财物啦吼，知识。嘛，因为安尼，所以因有能力来做逐样的工业吼，用真奇巧的工来做工业。咱知影伫会务伫遮所使用的这金银铜，这拢是种真油，也是讲这个这丝的袍，这个衫制服的时阵，拢爱用真油的工吼这是上帝互因的气力啦吼，互因的气力。好，31章第4节吼，咱的新的翻译甲和合本讲的就无共款啦吼。和合本讲他们会想出什么是想？咱较抽象啦吼，即马新的翻译就较清楚，因真厚设计图案，用金、用银、用铜做物件，佮凹刻即个这啦，
台语说，我说临时袂记吼，用镶宝石啦吼，镶嵌的宝石吼，然后用木材来刻逐款的工艺品啦吼，所以正互上帝所呼召设立的工人，不但会做工，搁较会晓设计图案。迄个设计图案，伫即个所在讲，因会晓设计，因会晓想，好啊，本讲想，啊，其实就是讲，上帝甲因启示，互因知用画图人吼，画图的人画甲的讲吼，迄叫做一个啥？一种一个感动啦吼，也是讲有一寡迄个写诗的人、写音乐的人，就是讲哦，灵感一来了吼。安尼就开始做吼，共款的迄个意思是讲，上帝安怎启示吼，像咧画图时咧画圣经的图吼，就足困难，因为圣经是白纸黑字吼，要安怎变做一个彩色立体哦，迄着爱去灵修，去得到感动吼，然后才会当出来，有迄个上帝所启示，上帝同在，上帝想事有迄个智慧，去知影讲哦，我要用甚物款的图案来表达即个信仰的意义吼，就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出来吼。好会照着上帝旨意，用无共款的材质来做逐样敬拜上帝所使用的物件啦吼。连长咧，就讲新的礼拜，等讲叫我着爱去画图，去做迄个浮雕，嘛是知影了，着一直咧想讲我要创啥，着一直咧思考，一直咧想，一直咧祈祷讲要安怎做，才会当表达咱的教会的信仰，要搁对外口入去的人要讲话吼，所以嘛着爱去想，也毋望上帝的圣神会当帮衬吼，会当来做安尼吼，所以会当体会今仔第4节所咧讲即个物件啦吼，好。其他的工包括讲咱咧用即个宝石吼，刻即个宝石入去雕刻吼，编即个衫逐种的吼，来完成要敬拜上帝所需要的物件吼，这是遮个工艺师所爱做的代志吼。第6节，对会幕吼配件礼物、圣油甲香吼，来讲就是会幕啦、约柜啦、约柜顶面的挂，会幕一切的器具，甲桌顶的器具，纯金的灯台甲灯台一切的器具，香坛、烧化祭的祭坛甲坛一切的器具，洗肠的盆甲盆座。第10节，又讲做礼服，就是祭司亚伦甲伊的囝做祭司服侍得穿的礼服，以及通半的圣油甲圣所得用香香的香，因着照我所命令你的去做吼。所以咱注意来看吼，这个第11节上落尾，因着照我所命令你的去做，所以是上帝交代摩西甲因讲着安怎做，咱对25章开始看到这个足侪规定吼，然后因个会有迄个智慧通去设计安尼吼，所以咱知影对会幕大件的粗胚的物件吼，开始用开始做，到伫会幕内面，包括伫约柜啦，咱讲四分座也是约柜的顶挂吼。会幕一切的器具这物件吼，内底甲外口的祭坛、烧化祭吼，咱埕内的器具就是会幕以外，这埕有洗肠的盆有咧烧化的祭坛吼，等等遮的，佮包括是像伫祭司身上这个用釉地布做底，用蓝色、红色、朱红色这个紫色的吼，来织的即个无论是衣服织也好啦，也是讲派大啦吼，胸牌啦、冠冕啦，规耶和华做成的金牌等等遮的物件，拢是一个真有路的一个工艺的物件吼。好，这是第一段吼，咧讲到遮的人吼，因所做的代志，也互咱看见讲，好若亲像伫伫欧洲啦吼，伫欧洲牧师娘迄阵去
维也纳读册的时阵吼，足早就感觉就听讲吼，因伫维也纳大学以外，维也纳科技大学嘛是边仔出名吼，所以会当讲是会当你了解讲欧洲因对伫种职业的学校嘛真注重，伊嘛真注重即个职业的人，所以你会当看讲德国人因咧做工业。就足斟酌的吼，咱是出名的，咱讲出名的迄种足一分一毫袂差啦吼，足讲究的吼，所以因对这种做工的其实是足注重的吼，这甲咱的社会无啥共款吼，咱的社会是讲读册较有出头吼，这个概念一直到最近才慢慢被改掉吼，伫圣经中间其实毋是干那祭司是分别做圣尔，包括遮做工的吼，嘛是咱讲若讲起会无用咱现代话来讲吼，就是起厝的人啦，吼，起厝的人，咧起圣殿的人，伫圣经的角度来讲，你爱真注重伊，爱看重伊吼。所以我定定去工地时啊，拢会甲遐个师傅甲因道谢吼，因为伊咧替咱做一个咱做袂到的代志。是咱感觉真重要的代志吼，这是圣经互咱一个看见甲态度啦吼，所以咱对每一个做工作的人，无论做啥物货对咱来讲，咱拢着爱真尊重伊啦吼。我拜三伫即个双联大学结业的礼拜中间有甲因记一个，伫我这大这社区有一位太太吼，足善安尼吼。你若看到伊，一定摕一支粪斗，搁一支扫帚，伊咧做啥？你知无？伊咧扫社区内底看会到所有的粪屎，逐个看到粪斗内底就规粪的安尼吼，拢是这个吼真感动啦吼！你若看伊咧扫粪屎、捡粪屎，表示讲有偌济人咧等粪屎啊！逐个人拢咧等伊咧捡吼，是真值得尊重啦吼。好，第二个段进入伫安息日啦吼，念伊咱会当来做一寡思考吼。主的命令啦吼，出来及记31章对10开始，一直到尾流18节吼。上主对摩西讲，你着吩咐以色列人讲，恁一定着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我甲恁中间世世代代的记号，因为恁知我是甲恁分别做成的上主，这佫讲着分别做成的概念吼。所以恁着守安息日，做恁的圣日吼。好，咱知影吼，上帝来交代这个摩西讲，在守做圣日啦吼。无遵守这个圣日的人，一定会互伊死。伫即日做工的人，着对人中间甲伊除灭吼。6日着做工吼。咱注意看迄个经文，这个中间这个着啦吼，一直出现啦吼。毋过第7日是献互上主的安息日，过来着完全休困。伫安息日做工的，一定着甲伊处死吼。这咱等下人来分享啦吼。好，上帝命令摩西啦吼，照伫圣经的基础，上帝的仆人对上帝所吩咐、上帝的话、上帝交代，拢等于是上帝的命令啦。好，咱像讲咱咧讲先知，伊必须要传达上帝的话语吼，一个字也袂当加，也袂当减吼，也袂当减，是讲。无妥协的余地啦，所以咱爱照做吼。所以讲，你着爱吩咐以色列人，吩咐的翻译是较客气，应该命令以色列人吼，因为你着安尼做，着意思是祈使句，是应该吼，无有妥协，还讲无等下啦，还是讲则去讲啦，袂拢无吼，所以。当上帝命令摩西转达以色列人，当然嘛是命令，所以必须爱去执行吼。
就是咱讲诫命的意思啊啦吼。所以对旧约的角度来看，无执行上帝的命令就必定会死。那对新约的角度来看，耶稣甲彼得讲，撒旦退我后壁去。你解说咧，撒旦是讲有阻挡上帝旨意的人，吼，伊就是撒旦，吼，意思是共款咯，吼，无照上帝的意思去做，你就是撒旦，你就是阻挡上帝，你就是违背上帝。啊，当然这就是已经甲上帝就无关系啊嘛，吼。所以圣经就讲一定要守，吼，这个部分和合本翻译讲务必要守，哦，务必就是讲。无有第二个理由，咱就是一定要去做这项代志，一定要去守这个安息日的诫命吼，这个真清楚。好，这个日子爱分别做成，分别做成，咱感觉真歹理解啦吼。真简单来讲，即工即个日子，就是爱归互上帝啦，叫做分别做成啦吼。就是讲，咱讲这个圣。上帝是圣，所以咱爱用圣，爱用诚实来敬拜伊吼。所以就是安尼，所以甲这个日子爱归做上帝的意思啦。所以即工就爱敬拜上帝吼。啊，最近咱牧师娘咧讲着教会服侍甲音乐服侍的即个角度，啊，阮咧看着一个YouTube 吼，是教会人，伊咧讲着服侍的态度啦吼。啊，即中间伊就访问一个牧师吼，啊，牧师就讲，因咧讨论讲吼，有真侪人讲吼，伫礼拜日吼来敬拜上帝，洗礼了敬拜上帝吼，了吼，感觉讲足有压力啦吼，因为礼拜拢袂当出去佚佗安尼啦吼，结果迄个牧师伊就讲吼，即个人一定毋捌吼谈过恋爱啦，谈恋爱的时阵就是安那。巴不得连晚上都要去会男朋友或是女朋友了吼，所以当你若甲上帝是迄种新郎甲新娘迄种恋爱的关系的时候，你绝对袂讲礼拜天不去去礼拜天去教会做礼拜吼，很有压力安尼啦吼，你我足愿意安尼吼，所以分别做成的意思就是讲呢，真欢喜，真有热情，将这个日子来归乎上帝。好，即摆问题来啊，安息日是当时，咱安息日是讲拜六嘛吼，拜六。所以较早伫庄脚教会牧会的时阵，有遮个会友也是长老，伊咧较开玩笑啦，讲拜六聚会的教会拢叫做拜六教安尼啦吼。就咱讲以安息日咧敬拜上帝啦吼，包括即马像咱讲安息日会，就真清楚啊吼。真耶稣教会伊嘛是拢拜六做礼拜吼，因基本上就是用安尼概念咧讲啦吼。但是咱即马拢伫礼拜日啦吼，为什么咱连咪伫后壁咱才来讨论啦吼？啥物咱即马用礼拜日，无用即个安息日啦吼？这个是有一寡思考，有人会问咱啦吼，是安怎恁基督教毋是咧讲安息日吗？是安怎无伫拜六安息日咧做礼拜吼？嘿，安息日对当时算，咱等下嘛会当来讲啦吼。好，所以这是命令啦吼。伊讲六日着做工，意思是讲你六日着爱尽心尽力，足拍拼做工啊。第七工才安怎？才归乎上帝吼。好。原文这个字吼叫做完成啦，咱甲翻译做对啦吼。完成意思讲你要去完成6天的工作，你袂当拖刷，所以你来尽力有一点像今日事今日毕迄个命令啦吼。所以六日不但爱工作，佫是爱甲伊完成吼，才会当进入是上帝的圣日。咱来用着出埃及记20章迄个守安息日的诫命来讲。因为上帝6日创造完成了第7日休困，是这个概念吼。上帝创造完成伊才进入伫安息，所以咱嘛着爱安尼做啦吼。所以第7日爱分别互上帝，这个时间是上帝的，所以着爱敬拜上帝吼，着爱敬拜上帝。当然伫咱的生活中间，
你若有一寡特别的代志当然咱知影就是讲嘛会当出去讲甲上帝请假有人会开玩笑讲甲上帝请假安尼当然捌有穿的甲我问啦牧师阮同事拢讲我礼拜日袂当甲因安尼有社交的生活，因想要招我去烤肉安尼会使无？我当然嘛讲会使但是我要甲提醒就是讲，你会记日这天是属伫上帝的，所以当你甲人咧直接做伙出去伫咧外口烤肉，也是佚佗也好，你会记日你是每一个动作都是在敬拜上帝。你袂当永远坐伫遐享受别人的服侍，是你爱服侍人，爱互人得到安息，你也有迄种礼拜的精神即种的你着将你即天已经归互上帝迄个概念咱应该去思考的啦好，伊讲你完全爱休困，啥物代志拢袂当做，这是犹太教徒的解答啦啥物代志拢袂当做所以因你若有机会去到迄个耶路撒冷也是以色列迄个因的电梯有自动开关，伫安息日的时阵会运作。逐层楼自动停、自动开门、自动关门，因为因认为讲饲迄个按键就是做工所以因足强烈嘛，因为安尼就真强烈来批评耶稣基督甲伊的学生，因为耶稣基督伫安息日来医治人，犹太教认为讲啥物代志拢袂当做，所以因安尼批评耶稣。耶稣学生伫路上来腹肚枵，伊就来挽路边这个麦穗咧食，嘛去互骂，嘛去互骂，所以到底犹太教的这个信徒真正伫安息日啥物事拢无做吗？马太福音12章11节到12节，耶稣挑战法利赛人讲：恁中间什么人有一只羊伫安息日摔咧坑内底，无要甲伊扭掉的，甲扭起来呢？人比羊河顶会贵重，所以伫安息日做好事是会使。咱注意看即句伫安息日做好事是会使。这就是我常常咧强调讲，安息日真正的精神是让人得安息互别人得到安息。咱若注意转去看安息日的诫命伫出埃及记20章、申命记第6章内底，因当咧写咧讲，互你的查某囝、后生、女婢、奴仆、出外人、精生得到安息。这是就是耶稣所咧讲的，做好事来帮助人，这是会使所以耶稣足正确解说安息日的精神安息日爱为着别人做代志，爱做好事爱做好事来迎神悦人。这是我拄则咧讲，迄个青年咧问我的代志，我互伊的回答就是安尼，就是讲爱伫迄一天爱会记得做好事，其实嘛毋是干迄一天尔毋是干那安息日属着上帝其实每一天拢属上帝，敢毋是安尼所以对基督教信仰的精神来讲，迎神悦人是基督徒第一要务啦照着安息日真正的意义，互人得到安息来思考。所以安息日做迎神悦人，就是守安息日的这个诫命所以到底安息日工作是啥物意思啦咱到底安息日要安怎做安息日会当替其他人做代志如果真正安息日啥物货拢袂当做，那安尼牧师可能犯足大的罪，因为我礼拜日拢在做工礼拜日拢搁带，即摆搁带义卖，当工出去咧卖物件搁咧开车呢若安尼我对犹太人来讲我犯足侪罪所以安息日到底是啥？袂当工作是咧讲啥物话安尼啦所以咱若对迄个精神来去思考的时阵，伫安息日袂当搁做六日咧做遮的代志，为着家己图无，
比如你若去做工是趁薪水，要饲家己，互家己迄落得到利益吼，对无？你袂当搁伫迄工去做你家己诶即个趁钱诶代志安尼啦吼。就是讲，你着爱为着其他诶人做代志，伫即一工内底，就是爱用心用人啦吼。伫今日经文内底讲一个足严格诶话，就是讲，你若无守安息日诶人吼，着爱互伊死啦吼。死诶概念其实无拄拄是咧讲着肉体性命诶死啦吼。真侪时阵伫圣经咧讲，应该是讲大部分啦吼，拢性命诶生甲死，其实拢甲灵性，还是讲上帝诶神、人诶神有关系啦吼。所以无拄拄吼，你若准无照上帝诶命令去守安息日诶，你就是离开上帝，这就是死啦吼。这耶稣伫这个约翰福音15章吼，葡萄树诶譬如咧讲着人甲伊基督甲上帝诶关系。咱知人是树花，基督是葡萄树，上帝是迄个是这字毋对吼，栽培佮提供营养诶吼。所以咱若是脱离，咱就无法度得到活命，嘛无法度得到营养吼，就死去啊吼。迄个大笔诶诗篇讲，毋莫，这人无解着吼，莫忤我忤你诶面吼，就是讲，咱倒转去看上帝创造亚当，上帝对亚当分一口气，伊就诚做有灵诶活人。当咱上帝咧对咱分一口气时，是甲咱面对面。当上帝甲咱是安尼活头诶时阵，咱就无法度得到迄口气。所以大笔诶意思是讲，当上帝对伊活面诶时阵，伊就是死去啊。伊咧讲即个概念，当伊甲上帝无有正面诶关系诶时阵，伊就是一个死诶人吼。所以，搁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讲，当咱家己离开上帝，无照上帝旨意去行诶时阵，咱就亲像迄只绵羊共款，就爱去面对咱选择离开上帝，离开这会众，必须爱家己去面对生命会拄着诶困难，甚至是死亡，失去着上帝诶保守吼，这个概念啦吼。这个诚做世代会用吼，所以经文安尼写16节。所以以色列人着守安息日，世世代代遵守安息日做永远的约。这是我甲以色列人中间永远的记号，因为上主伫6日的中间创造天地，第7日着停工休困吼。所以咱照字面来看，就是安尼啊吼，就是讲上帝要做因世代做伊永远的记号，并且因着爱守这个安息日的约。所以，咱知影安息日就是爱分别做称做上帝的日子，吼，咱讲主的日啦，吼。所以，即工就爱归互主，爱荣耀主，爱敬拜主，吼，爱敬拜主。伫咧阮咧上这礼拜学的这中间，教授常常咧甲阮提醒，咧讲吼，礼拜是当时开始。礼拜毋是宣调讲的迄阵是开始，真正的礼拜是当牧师祝祷了后，恁通平安离开，迄个时阵才开始。是咧提醒基督徒，就是讲礼拜毋是干那迄1点钟伫遐坐咧叫做礼拜。敬拜上帝是你离开领受着上帝的真理教导了后，离开才是真正实践的开始。所以。真正咱讲分别做成的日子是7/24啦，吼，24小时7天啦，吼。就是讲，你当咱领受了出去，就爱来开始学习实践，吼。这个信仰的实践。上落尾吼10条诫吼。出来及记31章18节咧讲到上主伫西奈山甲摩西讲话说，就是将两块石板交互摩西。这两块石板的顶面的界面是上帝亲手所写，所以咧强调伊头前遮咧所咧讲的，特别是伫安息日这个是上帝所亲自交代伫摩西手中的吼，上帝的话，上帝的命令好。倒转来讲10诫啦吼，10诫拢总伫圣经中间。
完整的记载3摆啦吼。当然一届是算重复的吼，所以我第一个讲着讲颁布10条戒，10条戒诫命内底讲着安息日的吼，伫出来记第20章吼，第80到11节的所在吼，这我就袂读啊吼，这咱知影。第2个所在，我甲号做即个副科吼，副科，因为伫34章的时阵，摩西受气，因为以色列人伫亚伦制造金牛仔拜偶像了，伊受气，甲即两块石板摔歹，然后佫上山，佫去领受着上帝予伊的，所以这是副科十诫，佫讲一摆吼，佫讲一摆，21节到24节咧讲着爱守这个诫命，爱安息日的诫命吼。好。第3个所在是中心，就是讲生命记内底，申命记第5章12节到15节，再讲一摆，咱来守安息日啦，吼，所以安息日，所以伫圣经内底真完整咧讲着诫命，大概即3位吼，即3位，吼，咱就知影吼，即个部分吼，有几个问题，互咱来思考啦，吼，放伫遮，咱会当来做伙来答，好无？看啥物人要来讲，咱来用这个问题做一个拢会使，咱来分享一下安尼，好无？有无？有人要讲无？安息日个诫命记载伫倒位？吼，等下我拄则讲完啦。大部分的基督教是安那无伫安息日，就是拜六聚会。为什么？礼拜日佫称做啥物日？为什么啦？吼？一定要伫礼拜日礼拜吗？好，任何一个问题，敢有人要问，还是要分享？有无？无事，我分享一下吼。好。我明白着一个，伊同伊是独立的教会，伊嘛是律师啦。因守安息日是为拜五，应该是日落以后，对，没错，就开始无食物件，是，嘛拢无出门，是，一直守到拜六的暗时，应该是礼拜日早起，嘿，应该是礼拜日早起，所以传统伫圣经内底也是讲现代犹太教因咧守安息日，毋是24小时哦。你拄则讲的是足正确的吼，就是大概是礼拜五的3点钟，你若有机会去到伫以色列吼，伫耶路撒冷圣城遐咧 shopping， 你无拄好，你若拜五伫遐的时阵吼，3点，因的宗教警察就出来啊，开始叫单，开始关啊，开始关。吼，恁着爱守安息日啦，吼，所以对日落开始，迄就是安息日，一直到礼拜日的天曝光。咱耶稣基督国活的时阵，一群妇人人是透早有无去看耶稣？咱注意甲看迄个圣经伫耶稣受难的故事的记载中间，当迄个约瑟甲即个尼哥底母，甲耶稣扛去因的墓园刣的时阵，即阵妇人人对伫后壁，因可能感觉因两个人吼，甲耶稣的身躯包了无好势，所以圣经记载讲，因转去厝里准备啥物诶？准备乳香，甲要甲耶稣安心死的物件，但是毋敢去，为什么？因为安息日到啊。因放伫心肝底，袂放心。甲啥物时阵？甲礼拜日天曝光，7日的头一日天曝光的时阵，赶去入梦的内底，所以已经过安息日啦。吼，多谢冠宇律师的分享，对。还有无？无事，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好。
喂，喂，有听到？你讲，听到？你讲，我说就是想要问一个只要真理的问题，就是咱祈祷的时阵啊，咱最后一定会讲，是靠耶稣的名祈祷。哦，啊，就是阮就是最近拄着一个朋友啊，因祈祷，一开始祈祷的时阵嘛是有讲亲爱的主耶稣，但是结束的时阵就是直接阿门，无讲会靠主耶稣的名祈祷安尼，这安尼祈祷，嘿是 OK 的吗？嘿。迄个祈祷有效无？我会甲你讲有效啦吼，因为毋是我咧决定好啊，伊有用亲爱的主耶稣，基本上就是用主耶稣的名咧祈祷吼。啊，这是伫圣经教示咱的，咱是因为耶稣的关系吼来白祈祷，所以咱是靠主的名咧祈祷，这无毋对。当然咱讲较完整的祷告啦吼，啊，你要讲阮的主、阮的天父、阮的上帝拢会使，啊，你用落尾讲靠主耶稣的名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拢会使。啊，有人讲靠主耶稣得胜的名，啊嘛是会使，吼啊，搁另外一个角度像咧讲即马真济个较活泼的教会、灵恩的教会。当一个人咧祈祷，中间有足侪人会回应阿门阿门阿门，哎，这有效无？嘛是有效啊！哦，阿门的意思是讲我心所动啊，我心所愿哈，我的心你所祈祷的，我有同意，这嘛是我的祈祷哈，迄个阿门啦哈。所以当然是咱若阵较完整的祈祷，后壁就用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安尼是上好啦。那没有的话，你说它就没有效吗？我不敢说啊，因为我不是上帝，我不是耶稣基督。安尼有了解无？有了解，谢谢牧师。好，牧师，安尼我要想要了解吼，就是讲安息日的定义。应该就是为拜五的日头落山开始，一直到礼拜的日头出来为止，是不是？对。但是我们简化跟他讲，安息日是7天的最后一天，第7天嘛。好，那为什么我们会跟他讲说从礼拜5的日落？因为基本上伫早期，上帝创造天地的时阵，日落暗时，咱就袂当做工嘛。天也袂光，咱嘛袂当做工嘛。所以会说从礼拜5的下午开始，这个是因为犹太教非常严格来执行的关系啦。但是在概念上，我们讲的是第7天，就是礼拜6了。安尼了解无？所以是 OK。我是我来分享哈。嘿，因为安息日伊是伫犹太人，因是伫拜5迄个日落的时啦。啊，毋过日落的时吼，每一工可能拢无一定同一个时间，啊，所以因会去看迄个时间，啊，因拢会提早，所以因为着因为犹太人就是讲，比如讲法利赛人，因拢惊讲去得罪上帝，啊，万不若时间迄个日落的时间吼，所以因拢会先惊头前啦，所以因就会提早，然后到拜六日落，啊，但是拜六日落的时阵，伊嘛毋知影讲啊日落的时间是咩，所以伊会佫延后，所以无说他讲毋是24小时，一定是超过24小时啦吼，啊，所以因的即摆规定是拢用安尼做记录，啊，我较早捌去马来西亚出差的时阵，我伫遐住真久吼。因过年嘛是共款嘞，因着用月亮做基准啦。因这犹太人是用日头，啊，迄个做穆斯林因是用月亮，所以因要过年的时阵吼，就爱去看月亮啥物时阵出来，啊，才落去决定讲啥物时阵才是过年。所以这是因的安尼，所以咱的兰利友老师因就去迄个
以色列就捌拄着讲，因为因迄个竞赛是足主要的犹太教徒吼，所以伊一见讲出去行路含小某送，搁因囝去行路的时阵安休日嘛，因就拢袂当出去啊，因为摕早因迄个语言吼，因就摕早伫厝内底会准备安休日要食的物件，就用咧放咧铁工因会当食，然后伊出去行，敢若是血糖不足，你知无吼？要昏去啊！打电话转来，因囝婿嘛毋敢去甲食。较早因讲行，看到有人咧卖迄个 ice cream 哦，迄个做 ice cream 来讲，冰淇淋啦吼，再去食一个冰淇淋才好起来，才血糖才恢复安尼。所以因就是拢以拜六拜五的暗时，伊的即个基础是对创世纪的上帝创造讲有下昏有早起，这是头一日；有下昏有早起，这是第二日。所以因的日的算法是安尼算安尼啦。这是我对于迄个安息日的理解安尼嘿，以上互咱做参考。好，谢谢。还有无？咱先即马伫礼拜日这礼拜，嘿来。所以照讲起来，应该爱好好休困的是拜六。礼拜做礼拜迄天，其实是第一天爱做工的日子，是不是安尼？是安尼。搞是安尼对。犹太人是安尼讲对。嘿。好，安尼我理解，谢谢。好，来，搁一个问题，是安怎？咱即马伫礼拜日做礼拜，有人要回答无？牧师，我大概是想说，应该是主耶稣复活了吧？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好，对。所以礼拜天应该算主日。对。是不是安内？没错，我刚刚已经给答案了哈，就是那几位妇女清晨就去拜耶稣，去看他，因为耶稣复活了。所以我们就在这一天纪念他复活的日子，我们就用礼拜天7天的第一天，成为我们敬拜耶稣基督的日子。我拄则伫头前我嘛有小可透露了哈，伫遮，头前是咧我看，伫遮我有讲主日有一点透露出来了哈。既然属地的日子，我们就称为主日了哈。对，好，谢谢美华姐了哈。好来，即马上落尾的问题哈，一定要伫礼拜日礼拜吗？有人要分享无？敢有一定爱伫礼拜日礼拜？我分享吼，其实无一定啦，无一定，就是讲最主要是因为有一寡，比如讲有诶教会嘛用伫咧拜五暗时啦，用咧什么时阵吼，所以不一定要在礼拜天啦。不过礼拜天是一个大家拢以即摆迄个民众诶休困诶日较有可能啦，所以当然伫礼拜日嘛吼。你看我会记你罗通教会吧，因都是为着迄个，因咧一寡会友是拢做生意诶嘛，所以因就吼有搁开一个，我会记较早，我即摆毋知搁有啊无，因就伫很早吼，这时间就做一个牧师就开一顿个礼拜，迄顿个礼拜就是讲为着遐做生意诶会友，互因吼礼拜煞搁去做生意啦吼，当然这对也毋对吼，咱会当思考啦吼。不过因就是有安尼吼。你看有诶用伫咧拜六做礼拜，比如讲有诶伊诶时间较袂好势诶时阵，伊嘛会用伫咧其他诶时间啦吼。过来，咱即摆讲诶是讲大礼拜，其实咱每一工嘛咧礼拜咱有拜三诶基督嘛是礼拜是咱会拜五家庭礼拜，所以啥物有阵时特殊诶日子嘛礼拜吼，所以
礼拜就是咱讲有2、3个人啦，自就做伙的时候，对，上帝就踮伫咱中间嘛，啊，所以其实日都是礼拜日。刚才牧师嘛足提醒的啊，毋是干那即工才分别做成啊，每一工拢是成的。多谢。好，谢谢。我最后分享我的经验啦吼。我伫鹿港教会时阵吼，因为鹿港嘛是含咱三峡共款，是一个古城啊，是观光的所在吼。所以伫鹿港有真侪会友，就亲像拄则文牧长咧讲的，儿童教会有足侪会友，拢咧做遮的观光的生意。啊，有足侪人吼，时间到拢会寄付哦，叫人摕来奉献哦，但是因拢毋捌做礼拜。啊，为什么？啊，因为拜六礼拜吼，咱讲传统的这个旅游胜地是做2休5啦，因为安休日搁较久吼，就是讲周间基本上无啥生意啦，拜六礼拜生意上好啦，啊，你要安怎吼？啊，我迄阵啊，我拄去鹿港的时阵，我毋是创办迄个三轮车嘛吼，啊，阮有差不多20个员工来，拢毋是教会的人啦。啊，阮真望甲因传福音，但是你嘛袂当甲讲啊，咱来做礼拜，伊就袂爽快吼。所以阮就甲教会长老去讨论，就是讲为着遮个做观光的会友，以及即个三轮车司机，因为三轮车司机拜六礼拜嘛足无闲啊，生意有够好啊吼。啊，为着因，阮伫礼拜六的早起嘛开一顿礼拜。啊，对司机阮讲叫做在职训练啦吼。啊，对于做观光的会友讲，迄就是拜六为着恁开一顿礼拜。啊，就是安尼，就是讲配合因需要。啊，互因有机会搁倒转来伫教会内底参与礼拜，吼啊，就亲像拄则文牧长咧讲的，照耶稣基督的教示，就是讲，若有2、3个人奉伊的名组织，伊就伫咱的中间。那咱同心合意来祈祷，伊就回应咱的祈祷。吼，所以只要咱是同心合意咧敬拜主，迄个就是礼拜。只要咱是为着主咧做的代志。迄个就是分别做成的日子安尼，吼，好，甲大家分享到遮，谢谢。谢谢牧师。咱做伙来祈祷。牧师，我要请教一下。好，来。牧师头拄仔有讲到迄个富人人去，因为耶稣讲话，所以去敬拜耶稣。嘿。迄个经节是。今仔日的讲义内底讲有。今仔日无，今仔日经文无，这是伫新约福音书内底。福音书下。你去看马太、马可、路加最后那边记载耶稣复活的时候，你去看。嘿。好，多谢。好。等下查一下了，我再寄互咱大家放咧个灵修网安尼吼。好，多谢。好，咱做来祈祷。听到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也互阮透过出来记31章的经文，阮搁一间来思考要安怎伫阮所受呼召的工作顶悬来尽心尽力，亲像遮会真熬做工的遮个熬人，遮个艺工的师傅共款为着敬拜主你，阮来尽心尽力来做，也伫安息日的思考顶悬，搁互阮重新来得到启示甲勉励，也恳求主你互阮无论是倒一个时间，倒一个日子，拢会通来分别做成，因为阮是属于你的，这日子嘛是你所赏赐互阮的。互阮会通时时刻刻来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做一个用神益人的工人。阮感谢你，互阮暗时组织这个时间，虽然是透过网络，犹原伫遮来得到主你真理的启示。也阮当要结束，也恳求主你继续来带领保守，特别为着明仔载儿童主日学要伫老家报佳音甲
有一寡同工会留伫中国校，要来做布置的事工，恳求主你来看顾保守，互阮会通借着阮所做的，会通荣耀主你的圣名。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阿门。好，大家多谢牧师。晚安，谢谢。谢谢牧师，安谢谢牧晚安晚师，安。晚安。